去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巴西的进口卵掺染这个国产卵飘失无实在，各地方的卫生局总动起来，要来追查进口卵到底拢去倒位。北台湾真出名的茶餐厅有4间的分店，这个月以来陆续传出有人客食完这个鸡卵类的餐点了后，吐骨流，甚至来住院，头家嘛着青惊，讲打开始甲鸡卵类相关的料理唔敢阁出咯。虾仁卵牛肉饭一个加冰开，3粒卵的牛肉饭一个加吐落去，基本上卵接咧流出来，减肥永远拢是明仔载的代志，想要到变成今日开始的代志，因为食袂到啊，暂时无要卖啊。这间北台湾真出名的茶餐厅，连香港人讲，这个气味甲香港差不多有9成5成。头家想要到讲9月份开始，4间分店有发生人客食到卵类物件，食歹巴肚。7年来，这是头一摆。连续4家分店都各有一组客人有这种情形出现，然后吃坏肚子，然后住院打点滴，甚至乎有一组客人的女儿有没有住院住1个礼拜还没出院，哪里出问题也不晓得，也不晓得啊，当然想到鸡蛋啊，因为我们出名就是半熟蛋天堂嘛，所以就查证我们那个供应商来源啊，然后他们给我说也是台湾的。头家讲，伊实在看袂出来鸡卵是对倒位来，进口卵敢有可能含伫国产卵内底，皆是台湾卵。即马拢外口地方卫生局突发连贯一间一间伫调查，同卫生局伫拜六礼拜追查2天，调查42间传统的卵行，这拢是国产卵。新北卫生局伫调查超市伫卖鸡卵，地方希望中央会当互畜产会公布进口卵的流向，或者客家人员唔免遮辛苦。那这间卵行是真有自信。我们家的都是彰化跟云林上来的，我们有自己配合的农场啊。是这样子，所以就保证是台湾生的这样子。对，选蛋比较有可能吧。你自己想啊，从国外进来的蛋，它运输过程中一定会有破损啊，破损一定要把破的捡起来挑起来嘛，所以就是多了会多这一道手续啦。然后送到超商里面的蛋就是比较漂亮的。国产卵的产量看起来敢有够啊？有卵农就讲，政府唔免阁进口外国的鸡卵啊。种鸡母这个问题，这个量开放到33万只，这个未来市场吼影响会足大，时到一天会中几啊万箱的鸡卵，吼，假是一定要填海就对啊啦。卵农建议讲，种鸡量加遮济，未来卵的产量甲算的时到，唔是大家收成卵是卵会败价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